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這位8一女的國文老師，叫做吳桂枝。伊講台灣人就是中國人，講咱若承認這點，和平就來了。安尼買武器的錢一仙銀攏唔免開。結果這段話，互中國的官方媒體提去製作，大大來宣傳。陸委會是點名着8一女愛好好啊處理。我自己是覺得啦，我自己主張零軍購。在國防特別條例三讀通過了後，8一女老師吳桂枝這段話，叫中國官方媒體立國談天影片定價過大力放送。台灣人就是中國人，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，其實和平就來。陸委會就直接點名立國談天是正港的中共考級機關，佮直接點名8一女去年捌公告禁止教職員工接受中共媒體採訪的這一張校內公文，其中文字內底佮特別標注用詞，愛8一女適當處理。8一女講影片叫中國媒體假過使用，並無違反校內規定，嘛含教育主管機關釐清吳桂枝敢有違反任何規範。會被剪成片段，然後在他們的媒體播放，不止我一個。如果說這樣子要算在地協力者，那太多了。大家是不是就真的就請政府頒布戒嚴令好了？大家不准說話。我想老師應該本於專業啊，這個謹守分際。只是吳桂枝倆前期唔是頭一擺，過去就捌批評108課綱，嘛接受中國官方媒體採訪，直直倆前期，即便對軍購議題，佫一擺牽上中國的官方媒體，叫加做中國的大內宣，嘛叫這期敢若變做吳桂枝的模式。他現在儼然已經成為在台灣的中共協力者，而且是積極的配合中國來進行各種統戰的言論。國共從來沒有協力哦，請不要誤導。我們捍衛中華民國的國防，支持台灣保衛自己的能力，這個絕無二心。吳桂枝同款堅持賣開錢買武器，說落來，伊所講的每一句每一字，持續互人檢視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